欢迎收看《后上海上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志忠啊。中国強海老後生人大在鼓勵了今年的台灣 talk show 非常的時行，也表演者會透過考試之間嘅小難拼音嘅方式，達到舞台嘅效果，加定講笑嘅方式展現出嚟當孤獨、當神奇。不過講笑假使開過彎嘅呢個玩笑開過彎過後，有可能造成別人嘅無爽快，造成別人嘅困擾，一下就唔係講笑天天了。講笑到底用辦法接好咧分寸咧，咁樣邀請6個後生人，然後大家共下來分享下講笑時節要注意到嘅困 QQ 眾上來分享。之前老友手機都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有對時會用講笑嘅方式，讓你來群起嚟嘅阿志怡。啊，你平常時就會記小可。係當地人家嘅小可。哦，係小可。第一集啦，手機都係呢家。大家好，我係吳浩，我哋做條路有人攞係青菜講笑嘅呢家。做世家下有人係攞人講笑。兩條。你想講？哎，真係把種嘛，想嚟縫啊個嗰啲嚟。哎，等下再來講下講笑嘅時節從合用反而來分片哦。第三集啦，手機都係應徵。大家好，我係知道講笑時要嚟練習鼓手4000來練習嘅應徵。講笑咩係需要練習，不是談戀愛只要需要練習。聽說講法學動嘅就呢種。有，我還有4000去上課呢。哇！你每期都4000練習係啊，4000好講笑吧？4000練習是4000。鼓手的天手講法哦，4000練習。好，接下來啦，手機的黃小鳳。係大家好，我係講笑嗬，請問看面色，即分寸嘅啫。呢個咩笑法啊？全部係風色笑法。哎呦，要等然之後唔考係怎講嘅嘛？要講中啦。下來了三件，佢就係白劍。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從小是本張媽媽訓練我，完全從這講笑曲嚟種白劍。中意講下都講笑幾動佢動乜講咩動乜聊呢？哎呀，你本身就會小可咧啊！你講嘅笑曲咧。好啦，最尾就來首歌就係美儀。大家好，我係本藝露台講笑咩到唔輸送嘅美儀。出嚟講呢，正經，不過正經啦，講笑曲又相信手上係木卡音吼，嘅分寸食唔好，木卡音變染手音是有可能。不過一開始問題就係叫做講笑啦，物家人都講笑，講到有人笑就人都講笑係冇？係，我知道講笑一件事情，本來就唔係由講笑嘅人來定義嘅，係由本人講笑嘅人來定義嘅。而家講物家，而家結曬量啊！結曬量係。開玩笑唔係。講出來給人聽嘅，係談到人哦。係，給他人知道生氣還唔生氣，就係好嘅講笑。其實講到講笑一件事情，我本身知道講笑係好嘅，因為佢做嘅本人就係氣氛啊，非常嘅輕鬆啊，非常嘅自在。韓國那係像你係小娜自家嘅講笑，對方面會知道誒，非常嘅情感呐，非常願意去認識。係，其實你講笑真係就會一門動情嘅意思啦。因為你好嘅講笑呢，就會用埋動加分。唔講那係唔好嘅講笑就會用版型呢，當橋款，會跌到萬衝成行，就四毛命咧，哎，真嘅，尤其可能多啲啊，大家從事那個歧視嘅問題嘅時節，準錯，準錯嘅問題，冇準錯俾人就唔好咧，嘅阿小鳳咧。其實嗬，我講嘅老自己差唔多，也講法藝術也係業務最基本嘅專業唔掂嘛。我老人開玩笑。又最重要嘅，簡單講就我要人聽啊！而且冇喺反而嗬，你就變到定人鬧。哎呀，冇對啦！鼓手唔講嘅笑話，唔開玩笑，我要人啲啊！喺冇人啲，仲要莫講，見不好快收，見不好快收。真嘅嘅阿 V。哦，太感吼就啲阿 V 吼嚇，啲後上台上講係新教師，新教師吼就係新嘅音符。我記錯啲嘅片就當好笑真嘅。有冇？阿 V 來講下小口，睇下少少啊，感受一下。有一擺有一個銀行，去存堂食東西，食鐵咧。哦，嘅服務生就講。
那我要收喽。宁下就讲好然后夫妇神秋，见不好快收。那我要收喽，我要收喽。好，谢谢众赏鼓励什么啊？这样是不是要收工了？这是什么笑话？蛋跟笑点，我的笑点在哪？我刚才有讲诶，唔好嘅供销你有买，就这都慢吧。慢抽成行。这中秋办起成行台嘅，真嘅印证来评断一下家下人讲嘅，还有你知道来元宵系乜嘅？其實我知道吼，阿 V 啊有救啦吼，真係搶嚟搶用4100上箍，搶嚟金錢嚟就當啊4100嘅卡密 T 庫拉布，吼卡密 T。冇啦，其實就係一個時裝，喺冇錯，卡密 T 俱樂部去送嘅戲劇嘅考察，跟同時啊線上就有分享哦。其實一隻小口啊，你做得改變一下你講法嘅風色，還有講你嘅節奏，還有講我硬要先講下嘅，將來講下嘅來編發一下佢嘅順序，就會本太子家做講好笑。唔過就像太家講到嘅好笑嘅定義，就係講太子家有一嘅共鳴，我講嘅是，我有人聽啊。我就這家啲咧面線，韓國這家唔係啲咧跳舞。你嗱嘅solo，你睇唔順。唔錯，你話就講大家我有一個共鳴，唔過真係慢慢來練習啦，就會請到同大家互通嘅方式。我去送 call 啦，送 call 啦，哈。送 call，事前就做的。唔好自己 solo 嘅啦。我真嘅有人會知道有兩種東西，係到底係明唔清楚，佢搞唔清楚嘅，就講我曉講少年，就聽說兩三年親神是親孤獨，一聽等於嗎？嘅你敢知道咧？這完全係冇共用嘅事情，因為供銷就像家下認真講嘅，做得了去開下嘛哈，所以它可以製造那個供銷嘅氣氛愛用，但是幽默感嘅話，佢就冇共用兩個。幽默感真係爽嘅，係比如講哦，我不然就知道哇，你亞三你懂有幽默感呐，你說什麼很幽默嗎？才冇碰上了，懂後生啦。就覺得哇，你這太幽默了，哎呦，爽嘅，哎呦，講到很幽默。嗰陣嚟之後幽默，然後供銷係完全冇共用嘅，喺講完供銷啊，冇處理好嘅話，就唱家下嘅 solo 嘅啦，錯冇。就供銷通常嚇係一個人就調試去講一個小曲嘛，要講唱嘅一開始講嘅 talk show 嘅安排好勢，就一鋪就先講兩個，再講兩個，故作佢係有目的性嘅。不過呢個目的性假使冇達到，一拍攝人接唔到，哦。那個小花就冇生氣啊，係冇阿 V。嘿，人知道有你咁痛哦。好了，第二個笑話準備好嗎？第二個笑話。哎呀，有準備嗎？有。你就是啲愚公，哦，愚公移山啊，愚公移山咩？有一班愚公啊，佢會死脫咧，啊嘅。佢就嫌佢嘅來兒，每個人都有一百義工會死的，工作還有聽一百，有冇？我幾天啊？笑點在這邊是不是？我家治水後他全部來。佢嘅來兒全部來，佢嘅面從順啊。佢就老佢嘅來兒講，移山，佢嘅來兒就說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好，謝謝。收啦，你知道供銷會暗用啊？我覺得第100比較好笑。我也覺得 solo， 你知道供銷支持。你自己來講。會看人嘅面色，從來就係冇講到你。即個講，哦，像唔講我知道，像頭先我講我老譚，佢係因為佢講我，在我去馬來西亞去花7萬元，咁啊？上創業嘅課程。哦，創業嘅課程。係佢35年以後啊，佢係講起藝本人片。懂翁啦。而家睇係咩戲啊？等最多幾條本人7萬元咧，綁包講緊送創業。係啊，佢有加動法咧。如果你就時常用呢個法來供銷，我就知道懂唔輸送啊。所以我知道輸送，一喺藝壇嗰個藝俾乜講唔掂咯。藝壇嗰個咩懂唔輸送啦？懂唔輸送？係啊，7萬元大本藝搞唔好嘅。係啊，韓國人講法
开创业课，你去上讲笑话课，他生气啊！你就可以讲到唔松手的呀，你唱一半唔敢做的呢。阿伟啊，你學了創業課程，跟你自己要創業喎？有啦，我也係公司嘅調價啦。對啊，對啊，有啦，有賺到錢啦。跟住有賺到錢就好咩？坦白好露台講嘅是個，我有賺到錢。係啊，有冇？誒，白佢唔似來講，很似到對你來講，講笑，個快玩笑，到底係應用翻一回事。應該咁講哦，因為對我來講，開玩笑其實只係一隻光譜料，它沒有絕對的嘅意思。譬如講最做小片哦，開玩笑最做小片可能就係取笑啦、霸凌啦，咁嘅最真小片哦，就係幽默感。因為對我來講，幽默係非常非常前高級嘅一種，即係幽默嘅定義係講，就算你兩三冇認識。我唔啲嘢大線係到難，但是我講嘅東西，很多人本意覺得哦，動神奇、動好高，這樣阿勇講按到幽默。然後剛才咩就講到 talk show 脫口秀，但係除咗反正係寫好嘅劇本啊，真嘅幽默嘅下就講到係上張嘛，哦，渾然天成，笑到眼強咗。嚟朱點你會講乜嘅？學少一下。好啦，掂唔掂？睇個真嘅嘅好笑，就其他嗰空白補充起來，就按用先。自帶音效。好，大家有知道有神奇嘛？我覺得蠻好笑的。很多對啊。不過講真嘅，就嘉義講到，其實就算你先對個 talk show 先練習開始嘛，就練講，你平常是用扮戲，遇到乜嘅情況家下，你都在講哪條法，可能平常你會知道，你平常以古道，哦，以神奇，唔過老古道神奇有關係嘅客家話，有哪條等下先進行後上地客法過後，你將來討論啊，講笑用扮戲最好分寸了。歡迎來到後上地客話，唔知大家認為這個係一個有幽默感嘅節目啊？今日老大家分享兩隻老幽默感、古道有相關度嘅客話詞彙了。第一隻有趣、神奇、神奇，佢講嘅小可以神奇。第二隻開玩笑、講笑、講笑。聽講，而係一隻前會講笑嘅人哦，因為嘅客話唔知大家都學會嘛，坦白講笑家下就做得用到咯。後生地客話，你真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呢係先咪留大家討論就講笑，講笑家下就一定要有節目分寸，尤其嗬一情圈嘅人，一唔可以節目分寸。尤其像係屋企人啊、男朋友、女朋友啊，從頭講一句話就講。你會知道，你阿生人會明明兩人相處假生嘅，還會講你喺度開玩笑，開到唔識個都肚裡火錯嘅種話嚟，嘅阿英陣，你最從頭本副看人開嘅玩笑嘅嘛。我就講到牙橋啦，我之後講吼，嗰種老男嘅人啊，就會有一隻偏老男嘅人，因為有男嘅偏係嘛。就是講講一件事情，就會面先記下年。就我細細家下係好跳舞嘅啊，佢大擺看到我跳舞就講，哎呦，上到下你愛對啊，樹墩墩、腳墩墩，佢跳舞嘅用嘅啊，吼，就像個牛蛙咁用。哎呦，別人跳天鵝湖，你是那個池塘旁邊的牛蛙。係啊，身上。點解咧？唔係一般嚟怪嘅，叫做牛蛙。牛怪啊！唔係加 Q 一神奇咧，其實。係啊，因為是講啊，怎麼解唔係怪哦？因為怪哦，嗰樹啊、腳啊較粗，嗱嗰樹老腳咧，還係太皮嘅，古時候係牛蛙較太巧一些咧。真正嚟行路嘅時節，佢就講，你看，條件跟咋行路吼，像柯基咧，又係就像喺山谷咁樣啦。係啊，懂得認識啊。叫切動翻講法。誒，唔講吼，而家喺 T 白糖豆做講好笑錯冇？誒，T 白糖豆時候有咩做講神奇動有創意啊？唔過假使吼，也用一隻小口，你躺咧5年、6年、10年都壓下，我喊糖豆，我就錯，唔好笑咧呢。共孫嘛，真係有啲會變化冇啊？係啊，都壓下人哋咧講周邊嘅事情。你就走在講，你冇睇啊，係啊，都冇變化啊。冇變化，他也想變啊。都在講其他嘅啊，比如說從科技，你可以講到吉娃娃。吉娃娃係較細隻嘅。你走得來錯，我一個
动用心，然后真正会好笑。工作根本唔係人講嚟，佢係希望揾配方便啲用。有那种用处。伊叫變化無 Q 迄隻小可講到太叫要變到無聊啦，小 V 都唔見提強強。小可愛關啦，沒有長進啦，阿 Q 要長進，好不好？其實嚟知道阿燕仔呢動搖自飛啦，佢對平常人對佢一種對身材上方嘅一種小難，就是遵守一種小可嘛。唔過如果小矮做對啊，我要變化嘛。不過講嘅深嘅，係一個3000年嘅老舊事，你矮做的接觸係冇法度嘛，嘅阿伯鹹咧，你知唔知道？嘿，因為佢家講係阿 Q 嘅故事哦，啱啱講阿妹張媽媽睇下就看到講哦，當樂觀啊，看住咧講當好小貓，佢世代後真嘅非常嚴條件，佢對外搶世嘅一種教育嘅風氣嘅時候，你做唔得按用功效，你講做埋事情就係非常嚴條，非常嚴謹。韓國你翕相嘅時節都冇法度畢業。你就是喺喏國小嘅時節，結果把手變下來，冇畢業，畢業看下長久時咧，長久字咧。就算你都畢業吧係。讚。好老成哦。都沒快點壓下，懂得小品都畢業啊。係啊，因為你下睇你就有啲感動嘅了。然後家下我講除了不抗音啊，還有我想講朋友我經常我順紅嘅朋友哦，又哪條經啊？功效化功效講嚟讀掉冇。因為佢思維讓佢講一擺嘅功效化吼，本來冇順順哦，佢就咩係好朋友咧。啊哦，那你所以睇個肯定係好朋友，唔是嘅，唔是嘅。啱啱講法咧，老皮大嘴骨咧。宣夢，唔緊要嘛，我攞。你很簡單，我很斯文。好嘞，大家不要懂發料。我來起的哈，因為基本上都物極必反哈。這時間哈，不然種媽媽哈，愛用去教你，你嗰啲行用變愛用去咯。冇法度啦，因為我上上就按聰明吼，天資聰穎啦，教育嘅風氣無論哪一種啦，喺度係按用心咯。冇啦，其實我喺上課嘅世界欣賞有講，喜劇來自於悲劇，你就會投錢去比咧，古時候呀，才會按喜劇。後社會喜劇就會引運動比愛。冇錯，愛到讓人想笑。你有欣賞過有抽的古時候人嘅人生就係悲劇。我也不是啦，我講正經做，平常時老夫看人家講當親權概念，落去相處噶哈，天朝就做到事情之間，我看唔慣一講，你用做的按用心對愛阿自己來報，我嚟掩蓋萬人咧。係，就係我嘅男朋友。其實你講到嘅個故事，我一下想起來，有啲位我嘅我是會按鍵，其實可能有啲歐白啦。不過我嘅我是真正懂鍵，因為你就有教嘅遊戲嘛，嘅遊戲就係 Switch 啲不會做嘅 sport，嘅那係他個有教嘅法就提供，你自家做創造自家嘅角色，係自家操演，冇錯操演嘅人工嘅可能係乜嘅模組係乜嘅色膜啊，還有皮膚啊，還有你頭拿毛啊，還有愛做乜嘅衫褲啊，全部都做嚟自家線，咁我就本自家線都變成咧懂得人下嘅角色，大擺我打遊戲嘅時候，看到我係嘅咧，我就大都懂歡喜啊，跟住擺你就打嘅 game 嘅時間，我就講去看一下我去上片手，好，跟我去上片手，都做人就咪行。我變成一位環保人，我就不是喺懂電影下嘅，不是喺懂電影下嘅，後來我嘅面就係一隻環保，我嘅身體還做到懂這個早餐店嘅sản婦，就變成咧懂這個人。韓國，你男朋友懂吼，韓版可以跟做船店吼，就幾早就變吉祥物。韓國佢懂錢用版型咧，佢出價我都做高後，佢就直接去遊戲開始。有鬼咧！真係遊戲開始，我就講我冇去做環保人，你喺度繼續搞落去啊！用環保應該挺天空嘅。很像那個假叉寶的 logo。對。我就見冬天，我就看到我自家喺環保，我就打到冬天，我就亂打，我就直接本人頭胎就算了啦，我就冇想去打，就直接冬天看到會叫嘅呢。不過我男朋友應該知道有冇按神器。因為知道懂後生，看片嘅按用，你就知道呀，我做乜嘅按鍵哦，係啊，咩唔清楚，你都在 video 嘛嘅事情按鍵，不過有時係唔自家有一種自家
嘅界限、底线都改变过。所以我嘅底线都奇怪。搭聲音是有自家嘅底線，不過應該撈皮聲音講好清楚，講好分明。皮聲音假使啲咧，喊講呢嘅事情，可能係幾個唔錯咧。嗰種我就會先同佢講，我冇會做漢堡人。那薯條人可以嗎？你做唔得，我本來就用到懂得寧夏。因為老一講，我係做漢堡，你自家做，你自家嘅，我跟我的分開。冇錯，我喺樓結改，佢係冇一本嚟改呢。係啊，嗰種你混蛋之後，跟他構成很像小籠包人。沒關係，沒關係，兩邊重疊，重點是你已經跟他那個在一起，就不能改。好啦，改不了了，改不了啦，加手機啦。不過小鳳老太太講，假使家講到幸福卡度，佢講係個學校啊，要用職場行，拄到那條小口，咩知道嚇？你係咁嘅小口？已經係喺好多盼望啲喎。我細細個嚇，我爭啲嘅戲劇學院㗎嚇，我看到學長吼為到表演剃光頭。我係爭啲戲，我要一般人電腦不看唔到光頭啊，看到光頭就會想到。就會面結果嗰陣時電視劇在播《青蛇與白蛇》，來看到佢哦，一啲傳堂那個意思就全校都在㗎嚇，那就董太常講哦，因為有法海。我最早一年生是嗰陣時高一啦，哇！高一到高三哦，要在法海裡係要聽3年咧。那就喺法海，佢個幾啊法海哦，就不如聽3年。佢冇攞把種嘛通啦。哦，要下場咧，因為戲劇學院嘛，學長學弟制誒，吼，也就冇講。哦，我啷講，要3年，佢搞嘅手語嘅5評語。都很多搶傻，然後拍傻。咁大學嘅寫啦，全部講，哦，有一條拍傻本書起來。很多ချင်း定，然後咧見到啲傳統嘅學校咪要台灣，如果拿咗台灣講啦，來，傾過來。說來了。哎，這個唔對，這個係國中生啦，高中生，有上就是這個係不點嘅，係嘛？懂幼稚是嗎？這個懂幼稚啊。唔過啱家講到，要講到劈上去，就講，誒，佢搞唔平用，係本人少難講，係搶晒咯，拍晒。真係唔啲水都賣晒嘅，這個唔用晒要啲咧，即係太學種啦。你係乜嘅好教啊？誒，幾百看到呢？佢係復興劇校啦，咩戲劇學？把他們兩個壓在雷峰塔下。我讓你拍幾道聲啊！好啦，正經嚟講呢個，呢間之間都條路行，要度過那種唔知道係開玩笑開高峰嘅。係，我當腦聽完啲條路行嘅時節，好冇看下綜合就精彩，然後開玩笑。因為所以係當無準從，天意無準從嘅條路啊，天意無準從啲走條路嘅人。比方講，你做主持嘅時節啊，接上位接動到無向嘅發通嘛，嗬。今日設計其實較少接一條嘅尾牙嘅發通，是尾牙活動，因為佢就係營造一種同歡喜嘅氣氛。好似係講而接觸到無向用，比如講講笑嘅方言啊，本然無輸送嘅時節啊，而咩種唔哋講乜嘅，比如搖動到嘅調價啊，也係動動然後尾牙佢就聽說會食酒嘛，開 party 啊，佢就會講啊，你做下主持啊，係唔係？我做較少條位啊，就穿較大條位錢啊，也係呢，哇，你做按樣少條位好，其實好按樣從此係唔係動多啊？其中老嘢按樣講嘅小口啊，所以都唔準從啦。要吃狗啦。係啊，因為按樣就即係捱啲走條路就做唔地老人講嘛嘅，就種哈什麼你啦，按這些。因為係你係專業，你知道唔係做唔地按樣。錯冇錯。就希望轉去過後，佢最後冇補尿。最後冇補尿。就想我愛加錢，天唔可以加鹽啊。你冇飛機哦，咁講，我而家門天一飯 Q 做啲飛機咧。還冇誒。你下次也可以學啊，公年嘅時間，可以做個價目表嘛？哦，價目表是詢問友情工作1000啊，我做下手做的要付錢，要付錢。解碼價目表啦。當然下睇下就講笑，咁我就相信讀到那種驚恐的細節，佢下變好啱，從開始一種言語上的性騷擾哈，讀了下就是到時候可能如果這種方面性別方面的那種違反那種法律，可能自己係負責嘅。不過前幾日來講係RVE，唔知道對你來講都學校啊，一講職場可能讀過那度開玩笑嘅情況。太好嘅，因為劇場要動到表演，嘅有一擺細妹，有一個細妹啊，佢愛揾神父啲下一場戲表演。不過大家都冇看到佢，我就鬧我嘅同學講，因為冇看到佢，嘅我同學就講，有人講佢跳太橋咧，神父做唔落，
改良时的，你吃到东好烧呀咋？东好烧，不过你下手唔会吃到的。我你刚刚听的对啊，烧，还 sell 呢，你还是会跟上去种你被自己出卖呢，你只差没有讲他全名呢，还蛮贡献烧的。你搞一点很烦呢。不过真紧啊，咱用系兴趣对兴趣同行那种玩笑，像刚才阿英这嘛有分享讲，就讲对了兴趣同行玩笑，对了哈吼，真的是不要随便开玩笑。真嘅，我看到真是好凶啊！其实那都会接书，唔过你看到安尼普普通通，一系列生意都冇，系啊，真嘅。送牛蛙就走的，牛蛙100糖豆真是好凶，还穿到一只小口走的。啊，T3擺、T4擺就做唔得，韓國佢拄到嗰種主攻，係做咩做唔得？真嘅，可是所以吼，大家吼面對那種講銷嘅加限，只個接好分就韓國唔假使拄到那種，對人來講，完全超過過往嘅小可嘅加限，我用版型來面對咧，先等下轉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討論了。我就會表他我嘅感受嘛，古時我就會直接嚟講，你按用會聽高分無啊？用小肉，哎呦，韓國用會聽高分無啊？按用開玩笑，竟然會歡喜無啊？用笑面書，總得人家講笑講得人咧吧？我就是笑面虎。即係所以講，上班人啊，按你講反應做就講起買了。上班人來講了就反應，你下錯都上個邊個下一個。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你一台問大家係講，面對嘅人生當中嗬，一聽話有人會少難嘅，一聽話有人會朗射嘅，朗射就黑潮歌，就講用樣諷刺嘅方式，那個冷嘲熱諷，面對兩種對人樣朗射嘅方式，你用版型來處理自己情緒，還有面對回答佢嘅阿姊。其實有一些可能拄到愛吃到無按送快講銷的話，愛會炸無糖到，還係炸戇啦。因為尤其係做些飯嘅，你會顧到現場的氣氛啊，還有大家愛繼續做嘅事情嘛。顧到愛就會炸無糖到繼續做些，不過那係唔係做些飯嘅話，愛就會完全炸無糖，還係直接離開現場，因為愛會消化自己嘅情緒，愛驚愛自己會爆體。不過呢，那係非常似美人嘅話，愛就會直接讓人講。我其實唔係動作應按用講誒，因為我會吃到新冠都冇按手快。他就比較煩人啊，大把給信購的玩笑時節，他覺得我還定一下給公主，定一下給公主，係嘛？你看，你要動吼。沒有，哎呀，會讚美自己，對不對？把不好的事情轉成好的事情啊。所以講信購部分，你做得接受嗎？也做得硬完全做得接受，因為我身高也係我嘅驕傲。你吞到冇營養咧。健康嘅世代還要用講基本幾多新冠毒啊？唔會，你還非常會斯文嚴答。唔係唔怕，就可能身邊係吼，佢發生嘅不可發生兇殺案吼，可能就係呢種，就係佢身邊前講嘅阿姊，你真係懂愛呢，一地方，是不是博透寫殺人犯就會定一下給公主？因為一本嘅死亡筆記本哦，你總辦起來冇錯，總辦起來我只有死亡筆記本，要你講係300嘅，記下來。講正經啊，即係講要相知道我輩場合，唔單淨係你自己嘅生意，可能係要到係顧全大局啦，要到係見200面嘅嘢，我就不好意思在外面扯破他的這種低俗的臉，背面好唔好啦？佢擦下來。唔講係動情嘅人會出隻講嘛，但係呢，佢懂了嘅話，我咩唔會對佢發現。係冇錯，佢理解咩佢用兩種方式，也有自己有其他方式。其實我出接講出來，無論佢係動情嘅，也唔係動情嘅人，因為我知道我就會表達我嘅感受嘛，嗰種我就會直接嚟講，你按用會聽高分無啊？用小肉，哎呦，按用會聽高分無啊？按用開玩笑，竟然會歡喜無啊？用笑面書，總得人家講笑講得人咧吧？我就是笑面虎。其實我知道呢，有常是講銷嘅人，佢真佢唔係調試嘅。比方講，佢說啊，我用老人講，你可能做當好銷，但是佢真佢唔係調試嘅。故說我當然出來格格嚟教育他講，哎呦，唔錯哦，錯，當然是少少呀，因為其實我習慣都唔係
都冇输送都懂沟啦。但是我还是说，你爱用讲起来动像乖乖啊，我一家家都唔讲，也系唔错嘅。有少少嚟講，上班人啊，按你講翻譯做就講起買了。上班人嚟講，你就翻譯，你下錯都上個邊係下一個。里面有上次共生你记得嘅那个记忆很差，金鱼脑，真的就是要给共生一下一个时间，可能马上就唔记得嘞。我上来之後，是講到提供，即係你係高又給，我想你咁強嚟好啦，聽樂佳佳老師啦，真的佳佳老師，真嘅係高又假啦，係啦，唔係事情就係老人搞多事情。不過真嘅嗱，喺頭擺吼，咩配個八字真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家就冇想啊，因為人哋對待騙人哦，騙人哋講嘅家下，情況都用辦以上。跟白劍來講下，那種好功效，那種情商的高低，咁有人有關係。那就講，你一隻問題就一隻前提就係講，你好功效，本身功效如何冇順從哦，就係輕鬆帶。其實應該對人嚟講唔係咁樣講，因為係生用樣板嚟講，你自家係冇法度去控制嘅，有啲世界用樣板嚟對待你冇法度去控制。不過你做啲控制嘅事情係你樣板嚟看待了隻世界。所以對我嚟講嘅輕鬆高也係帶係。你自家用樣板容忍保持了一種歡樂嘅心情來看待你選項嘅所有嘅東西。簡單講啊，就係佢啲不定啊，冇睇佢哋車。係錯，因為本平常已影響到，就係智慧，你一種係輕鬆過。對我嚟講係咁樣啦。所以小鳳哥唔係按人認為，冇聽人點就好嘅。係啊，佢啲車係聽佢啲車。係啊，做好自家就好了呀。莫管平常已經講自家嘅樣板啦。但你說我帥，我也沒辦法，對不對？係啦，小弟中意我中意來盤盤咧，中意來打。冇，跟阿小鳳之間無法度接受哪一種人嘅玩笑。而家講嘅對冇唔錯，不過係有一種人專定人啊，就講翻嗬低度低陣嘅嗰種。明明啲講係心情唔好，你要按攀木，要來撩愛，係叫佢考死你。係因為嗰個。我知道家講埋嘅身材問題哦，你可以看人，係遇到人冇聽錯佢細到睇已經當輸送嘅，唔講下你翻嗬，佢真件俾佢記下來嗬，佢去挑病講一樣嘅嗬，去沖火茶一樣嘅，佢就不得了嘅，嗰種講話嗬，當低陣嘅嗰種定型，拍攝啦，腦袋啦，跟講人嘅身材啦，嗰是冇關係啦，樣做唔動啊，他也有死亡筆記本啊。而家就講嗰種小 case，因為你喺太料有張編發誒。係啊，我細個啲定一下，你頭髮嘅相片，而係定一下嘅網誌，冇T 恤嗬，你幾時都可以看一下。大家你還夾去變嘅，誒王小鳳一係牽唔動咧。你唔出來啦，你唔出來咧。我講真嘅，有陣時那種快樂嘅顏色，我自家無法度去接受嘅顏色，係拿身邊人開顏色。就講，比如講嗰啲人慶祝生日，嗰陣時每個慶祝你會用木沙嘅方式，跟你講一個啊，你現在誰在住院還是怎麼樣之類。我看過動到種了解，真係講生日快樂。錯，結果總都給片，祝你生日快樂。但係讀到那種時間，你怎麼可以拿身邊人開玩笑？其實動物一下嘛，其實動物一下，這就像放羊的孩子，你講了提300狗後，就會不相信你這個人。所以大家講咧講小狗後哈，其實要記得自己哈，你自己的分寸到哪一位哈，認真自己知道咧。其實剛剛太細個講到就伊有道理啦，唔過我較唔認同就會講到，佢唔接受人嘅玩笑就代表佢輕鬆動態，但是我冇一聽啊，因為好像看亞上根本發生乜嘅事情，有可能佢本身心情就唔好，還係講佢嘅開玩笑，其實講好笑嘅點，讓人嘅同溫層合唔起來，會受到環境啦，還係講生活嘅背景啊，去影響到亞件事情。唔過我知道啦，嗬，佢想要同佢開玩笑，就代表佢想要老人來群亞嘅氣力，嗰時候咩摸一下嘅吼，就按你嘅3巴掌啦，吼，仲有3巴掌，馬上會按你一下嘅，就讓你閃摔角。就係，你知道按你有好笑嗎？你喺哪哦？冇啦，嗰時候你家喺動搖山嘅，唔過話就係唔可以用辦去巴結吼，也可動感嘅情形，像有動到啊，嗰種動戰鬥嘅名聲啦，行講政治人物啦，大概讀到動感嘅話題，叫我用啱我一種開玩笑嘅方式，讓對方了解到。
我做人安尼表他唔係以後哦，唔過捱要啱我一條路，唔會將呀嘅環境變到動感嘅，現場就唔會做講乖乖，安尼係你愛去學習嘅方式啦。叫做叫看場合。係啦，出門就要看天色，入門就要看面色。哎呦，唔曉得看面色嘅人，漢白就會變做冇面色嘅人，本打死。天時地利感應火。哎呦，嘅面色唔曉得看吼，就本嘅阿自己下落嘅四蒙飛機盤出來，下後就會變做你家講嘅比較嘅臭漢一個。你真係唔可以入耳嘅冇，講入邊。唔過講真嘅，嘅心理學家嘅 Daniel Goleman 啊，叫提出嘅其實情緒吼，情緒上述吼，其實有幾個定義，第一種有5種能力，第一種就認知自家嘅情緒能力，就你看認識自家嘅情緒到那片。第二種較高一些咯，管理自家嘅情緒嘅能力，還有第三種啊，你就要講自家要鼓勵自家嘅能力，面對那種訴訟家哈，你要用把嘢鼓勵到自家。第四種就係感受別人嘅情緒能力，但你要知道，別人人聽下假情緒，假下情緒係乜嘅情緒哦？你總唔得講人家當訴訟嘅，人家講佢未過神嘅，人家講你媽媽怎麼了嗎？拜託一下，眼皮不能大死。好，最尾第5種就係管理人際關係嘅能力，讓你有法度要管理好自家人際關係。假使你係你係情緒讓情商高嘅，表示講你懂會關注自家人際關係嘛？韓國唔會曉得去到別人嘅位嘅太形象，跟住就唔會講出開玩笑嘅方式。我換位思考啦。係韓國會透過自家講法嘅方式，幫自家國家加分，唔好跌到萬瘡成行。冇唔就嘅觀眾朋友們思考一下，講笑嘅時節，哪一條分寸會接好些咧？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了。將來自家嘅方法就係講面對到上分人嘅時節，做得將呀嘅開玩笑，不用啲自家嘅成行，比如講我當愛啦、愛讀咧啊等等嘅，就本太家做講較輕鬆。我有上是上去有做講，大概就講自家，我有一種好像太自以為是，以自我為中心。嗰時候呀嘅分寸後咩懂嚟去摘啦。我有一隻年紀就講，唔可以見幫你開你媽嘅玩笑，因為就驚啊，太家就唔願意開玩笑，呀世界就變到動感嘅咩？太自家都係。練習嘅時間，因為外邊都動感嘅。歡迎大家都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你嘅上一台是問過大家講，知道係開唔起玩笑，然後情緒上訴動態，你到底係有關係冇？唔過你喺台上問大家講，知道你自家假設係一個上愛講笑人，上愛開玩笑本配上人啲嘅人，你自家要用把佢接好啲分寸，冇開高方嘅，配上佢知道。你用咩講呢種話？你係研磨嚇，阿李家，真係研磨啊！我係研好冇，你係正宗，我係sorry，真哦，唔會上到別家，條線喺錯下一錯。你知道安尼有好笑冇？我真係知道你講笑真係要有分寸，韓國人愛看。亞上人老二熟識有幾多？因為我人家老二熟識很熟啊，馬子給就算的啦。你要用買來講笑都做得，但是人老二冇買熟識嘛，你老愛青菜講笑，愛真係會欠，因為就會想講，你是在跟我裝熟嘛？然後講你按用講法，喺你之後自家當好笑好黑毛。我想你有上時講法，真係愛有頭腦，會給分寸啊，會帶腦，會帶腦出門，係帶腦出門，大家都頭腦，不過有腦帶眼唔知啦吼。反正呢就要有分寸啦，哈，有分寸講法嘅時間講笑就唔會知道，亞上人懂唔做的，也係用辦，就講你要先了解到，亞上人老人嘅起理，錯，習慣都可能人家人都愛老人動作跟見喺上面咧，不過唔可能會知道講見上面算乜嘅，愛老愛男朋友就唔敢按你講法嘅，好冇？因為有因為知道按用動來權起理啊，但是韓國要看場合，韓國要看佢嘅脾氣。係唔係懂適合？所以觀眾朋友，老李家使用除了時節，一定要保持下到安全距離啦。對啦，哈，係，但是還是很好相處的，我係懂 friendly 嘅。其實你下唔是大風嘴啊，哈，不過咧嘅老李家下到距離係會保持的，呢條公共車咯，安尼有冇啦，係啦。我嘅阿小鳳要認同李家講嘅，當然認同啊，唔熟識就唔熟識，莫早講哦，我老二熟識用嘅，因為我老二開一隻玩笑。假使講已經都有人生，
安全問題。你聽講攞搖壽司當中攞開按嘅玩笑啊，嗰係用啊，其實愛看素材，愛看場合。所以有一班愛看啊同學嘅表演，哦，啊佢係老師嘅哦，佢教按到學生嘅，佢要去扳倒，係嘛？咁所以有啲學生嘅面前，我要講，我要加私，係我要加私啊，我要分量，就係要，那我哋就同學就較盼望。就講佢細間用嘅電哦，佢細間用嘅車哦，佢當時搞乜嘅女朋友哦，佢嘅學生嘅全部都帶下嘅，佢就有很多盼望，你冇？又睇教出同學，才家下公安呢塊就講好笑，係唔過就按到學生嘅，結果我一同學就變面咧，係啊，就啲當到學生嘅面前變面，唔使驚。冇啊！啲咧上講嗰隻同學係咪喺法海？而家學長啊，你唔好做，所以而家講嘅同學，就講嘅創看場下，不過因為佢假使基本啲嘅場下，就唔兩三隻好兄弟、好姊妹喺度傾下，佢當然做得。我哋還有其他第三隻一個完全攞唔到魔術師嘅人，有看過佢係佢身為嘅先生，佢搞兩個學生。我是冇出咩做得講，係嘛？做學生嘅才做唔得講啊！故事唔講，你看場合，假使有第三隻。還有其他本地人唔到魔術師嘅，佢可能要保留面子啊。你冇愛面皮，佢愛面皮係冇？愛阿認真嘅，你愛面皮嘛？愛自家喺知道講啦，吼，做係本太家分。哦，姊妹，愛面皮。冇啦，像愛自家嘅方法就係講，面對到上分人嘅時節，做得盡也可以開玩笑，不用啲自家嘅成風。比如講愛當愛啦、愛讀咧啊等等嘅，就本太家做講較輕鬆。不過有上是上去有做講，大概就講自家，我以為有一種吼，好像太自以為是，以自我為中心。嗰時候也個文春吼咩當然去摘啦。不過有一隻年紀就講，唔論你根本你開你嘛嘅玩笑，因為就驚啊，太家就唔願意開玩笑，一世界就變到動感嘅咩？啊太自家都係。練習嘅時間，外邊都懂感嘅。係啦，你睇下就冇講個玩笑，睇下就按你啊，都兩條，係啊。嗰種係做講啲練習嘅時間，係講用任何一上做唔舒服，第一就係先逼實你，冇請理由，就講唔係人家嘅意思嘛，嘅冇請理由，你就先去逼實你。韓國咧吼。冇為配上人去打抱不平，因為唔知道佢兩上去搞情用版啊，就像人嘅同學共用啊，時代下嘅同學你做得按嚟講啊，唔過學生嘅就做唔得對現場按嚟講，唔知佢兩上嘅搞情啊，啱啱就假使你自家做個唔舒服，唔好同配上人講，比如講美儀對外講一隻玩笑，我說唔好笑，我同你家講，啊你家又只有去同美儀講，就咩都同複差，你就知道唔舒服你就自家比自家會發生，唔需要透過配上人啦。係，所以講有上是透過第三上人去老一講嘅時間，點頭兩種情況，都嘛全情外太條咧，都嘛個係唔係老愛講啊，其實對外用版型嘅想法，我用烏飛啦，所以你就會咩到嘅海龜湯，海龜，唔知道係乜嘅發生乜嘅事情，唔係牛蛙湯，行開團，牛蛙湯又沒那麼好喝。我嘅阿 V 唔知家你下要搞高中生嘅咩？唔知家咩係送起來係一種現象，唔知道咧開玩笑嘅款機啊！假使有人嘅學生嘅案咧，跟人用版型老一個搞咧。係啊，我知道其實學生嘅都係直接本來同我講乜嘅玩笑，我都唔會傾。係，唔過我知道自家愛講玩笑，我想愛唱四彩嘅強用。就同而家書讀天圖識，冇我可以係書讀呢個真識。你講我講過係書讀，講過係書讀。啊，假使你想去講笑啊，你就你想去講乜嘅，然後你自家唔會欠嘅東西，應該就較拄好。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欠唔起咯。不過我知道阿 V 意思嚟講，就講你平常時啊，你自家。都在講笑還唔講笑，你就先設一個較安全的範圍裡邊。假使你做的駕駛，你再慢慢的加速。像我們那個交通有那個10公里的那個限速範圍內，10公里的那個範圍內不會被罰錢嘛。不過是你不可以，這是不好的方式啊。我這個老太太講啦，講你自家開關小時間，因為慢慢來騎下，慢慢加速去。你聲音做得接受，愛開乜個長途的玩笑，冇一開始哇，直接大開車啊，哇，開高鐵了。但係聲音會騎就講，哇，那讓你熟識體驗嘅，你是讓我講那種哦。
那个闺房密室里面才可以讲出来的笑话，爱这样走的，爱看 demo， 爱会学习哦。跟阿志你知道，開玩笑都在老人張宿舍，也講就算同宿舍同宿落嘅人，呢度玩笑盡量唔好講。其實家下就大家有見講老木按宿舍嘅人，我有問講開玩笑嘛。佢其實呢，每講鴉片每天是大家整理幾下點。每講鴉片，永遠用第三人稱來稱呼自家。每講鴉片，啊，中古沒吃到咧，好好。就係呢，那係呢老木按宿舍嘅人，我講玩笑話嘅話呢，我參考有對看門嘅議題，比如講第一點就會講到性別啊，還有種族；再過來第二點就會講到乜嘅咧，宗教信仰啊，還有呢呢個係真實啊，還係呢講到性別嘅取向啊，係到身體啊、身體外形啊、身材部分。第三點就係呢文化嘅背景，還有呢個口音。第四種就係黃色嘅小口咪去注意。係就無法做對講嘅，真勁嘅，真勁。其實將個係認真講到嘅小那設計嘅玩笑，我知道係一開始認識嘅時候好嘅方式。再過來其實有條時你開玩笑，咪就係用惡弄嘅方式。比如講從今天我就塗點點去食火鍋，跟住一點點上來，本來就會即係用笑面嘅，係古時呢，跟火鍋店嘅條架看到點點哎用。佢就講哇，佢當歡喜呢，佢啲咧笑呢，其實點點唔係真嘅當歡喜，佢上來就會按用型。不過我就講冇錯啊，因為佢看到條架按斯文言調，同時又按後生言調，古時呢點點就當歡喜，係跟條架就談到有乜嘢咧？就送你東西啊！就佢心情就當好，所以佢便宜了誒。佢父母起來就當歡喜。哦，那你就唔係真心嘅，你全部就啲係開玩笑。但係我嗰個中法強斯文言道，咩係講真心咩？你咪咁正嘅叫乜嘢？係啊，你點笑呢？點當我形容呢？阿志嘅意思係表態講，因為你平常時佢應該按照家教嘅細節啦，佢還是要順着這個話題去轉去嘛。當然，他是用呢一種方式嚟去按照，佢談得好，哎呦，心情好，心花8塊加下，可能要送你乜嘅菜，要送你，哎呀，我今天算你9折。係啊，送你和牛都做得哦。你嗌真唔壞啊，嗌真係攰到和牛按照其實人群。不過講正經到呢一下，到呢一個時代，還係從頭用英講哦，開不起玩笑呢個話題。不過到底係到本人講得小可，他係講伊講嘅小可，拍聲音真嘅冇法度接受咧。我講太子家講小可，真係成上下戰鬥。我講呢條小可會錯聲音，身體當紅也係講新冠度嘅冇鬆鬆，係講要夾夾落去改替佢，希望太子是做得做一隻好好來講小嘅嘢。我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我繼續來收看我哋嘅後生太上宮，要到太家宮。拜拜。有多個人創頭為本人起到意義小可，不過唔係所有小可是做得本人接受。講笑真正應該愛先相互尊重。平常時喺生活度能做得練習，讓百姓表達自家嘅感受，韓國愛多談朋友嘅想法。安用心講笑，讓為本生活變到很那神奇，讓其他人相處解下，將會很那自然哦。